冇所謂嘅其實。我哋快啲搭到好。係咯。根本好正，如果你有幾好樣樣，佢攞到咁樣相比嚟，即係對呢啲都係我俾人抽自己啊！哦，抽好埋啦，你應該都抽咗啦，咁抽啦。冇入標啊？唔係，擺街冇位啊嘛。如果等位啊，邊有我踢啊？擺街冇乜攝流幫喺度。我早嚟好過。佢設計都設計，設咗自由抽，夠咗。唔係啊，跟下一個再抽。你將個信息傳埋去俾佢，將個信息傳到咩界啊？係啦，好嘢。好啊，依個小田咁好咧，好勁喎！呢抽靚仔。啊，小田。係啊，因為佢自己跟㗎啦，自己跟咗波，佢識轉，係啊，佢自己識得。哦，即係係啊，試過。嗰時候阿明記交俾你，我睇死你先。但我係睇住個位嚟放嘅。講乜嘢？你個人都冇嘅。明記唔好踢咁遠。好勁啊！即係手嚟set。咁啊係，我哋要跟住埋即係你追人都係打龍啊，冇人同你爭喎。睇下有冇人先。嚟緊呢一節咧，打到嚟啦，即係口換啦，根本都就飯個我都計咗幾分鐘，32分，考多3分鐘啦。你等咗佢踢波咧，斬出嚟啊！個跳起太好。新型梗係啦，食咁多嘢。又曬，最主要就係又去日本啊！過年啊2月頭啊！我覺得最主要就係蝕得，揾咗錢要使下啊嘛！負擔就係因為你蝕得，而家係同嘅嚇？喺旁邊梗係冇啦，黐線！應該都好。冇波啦，即係嗰個波咧。喺度，有波喺度啊！
簡單啲之後，真係三係咯，好啦，蝦仁真就。係啊。快啲！做得好啦，做得好啦，即係咧，我今次先至比較深，咁我陪我前度去考啊，都係都係，好撚多嘢都係。
吃这里还有。可以了。吃完这个没有。有些小孩就是很害羞，怕生。係啊。要供起来是不是？我们跑到那个绿色的球场也在跑。把妹妹扶起来，把妹妹扶起来。他就拿着在那边跌，浪费。这也好，很消耗量我们是。
要吃吗？这里啊。兄弟，去哪？跟我来。要不要给你再试一下？因为不能爬上去 ，no， 不能上去了，我们最陡只能爬到这里。如果妹妹爬不了那么高，不能。周末有时候去那里玩，带他去那边玩。那你们学的好啊？没关系，我们两个碰。萝卜。
邊。哎，把妹妹扶起来，扶起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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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个人跑一跑没关系，摔一把就。伯伯，你们要注意点安全哈！哎，妹妹。我在这边没有，学校的。有啊，但是那个学生大家都我哋頭一落咧，一落嗰個，所以好了，回家了，伯伯9點了。小心小心。甩腳，快啲嚟啦！仲有一樣嘢你賺伯伯，不能跑那个颜色，你灰色的球场里面，我被球打到了，但是不要。爬山那個。
仲有3、4分鐘咋，食飯啦。我都有學你咁叫啊，可能去。快啲！夠鐘啦！夠鐘啦！下次玩過啊！